2025年美国电影市场可谓一片利好，以超级英雄电影为代表的好莱坞大片纷纷定档2025年上映。那么2025年上映的美国电影有哪些呢？最新美国大片哪部好看？下面细说小编就为大家分享2025年最新美国电影排行榜，看看你最期待哪一部。1. 绝密战境。绝密战境是由克里斯蒂安·古德加斯特执导并编剧，杰拉德·巴特勒、约旦·布里奇斯、小奥谢拉·杰克逊等主演的犯罪动作片，于2025年1月10日在美国上映。该片讲述了一个高科技珠宝大盗团队与警方之间的智勇较量。这次故事的主角唐尼盯上了位于法国马赛的世界钻石交易中心。2. 狼人。狼人是由布伦屋制片公司打造，雷沃纳尔执导，茱莉亚·加纳、克里斯托弗·阿尔波特等主演的怪物系列电影，于2025年1月17日北美上映。该片讲述踏进深山林间旧屋，一家三口不觉间陷入怪物狩猎领地，未知野兽步步逼近，凶残恐怖，七人一边显露獠牙，触目惊心。3. 莱文的交易。莱文的交易是由大卫·阿耶执导，希尔维斯特·史泰龙编剧，杰森·斯坦森和大卫·哈伯等主演的动作惊悚片，于2025年1月17日在北美上映。该片改编自查克·迪克森所著同名系列小说，讲述主人公莱文·凯德是黑色行动界的传奇人物，他放弃职业从事建筑工作，想过简单的生活，做女儿的好父亲。当他老板的10几岁女儿珍妮突然消失后，莱文被召回，要求重操旧业。4. 星际迷航。31区。星际迷航31区是由奥拉顿的奥逊山米执导，杨紫琼、山姆理查森、欧马瑞哈德威克、詹姆斯廖、凯西罗尔等主演的科幻动作电影，于2025年1月24日上线 Paramount 家。该片讲述菲利普乔九女皇加入了秘密警察组织第31区后的冒险故事，她肩负着保护行星联合联邦的重任，同时也必须面对自己过去的罪孽。5. 神探狗狗。神探狗狗是由彼得·黑斯廷斯执导，戴夫·皮尔奇编剧，皮特·戴维森、里尔·莱尔哈瓦瑞、艾拉·菲舍尔等配音的动画片，于2025年1月31日在北美上映。该片讲述神探狗狗发誓誓死保护人类，同时顽强追捕他的宿敌猫科超级反派佩蒂猫。然而，可爱的克隆小猫的出现，颠覆了猫狗之间水火不容的局面。6. 前任杀神。前任杀神是由乔纳森·埃斯比奥执导，关继威、阿丽亚娜·德伯斯、吴彦祖、西恩·奥斯汀等主演的动作喜剧片，于2025年2月7日美国上映。该片讲述马文·盖博原本是一名在密尔沃基郊区工作的房地产经纪人，过着平淡的生活。然而，他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已故犯罪同伙罗斯的红色信封，这封信件将他重新卷入了杀手的世界。7. 美国队长4。美丽新世界。美国队长4。美丽新世界是由朱丽叶斯·约拿执导，马尔科姆斯·巴尔曼、达拉穆森、马修·奥尔顿编剧，安东尼·麦凯、哈里森·福特、吉安卡罗·埃斯波西托等主演的动作科幻电影，于2025年2月14日在北美上映。该片讲述了世界格局正在改变，曾经的猎鹰山姆·威尔逊正式接过美国队长的盾牌，以身入局，勇闯新世界的故事。8. 电幻国度。电幻国度是由乔·罗素、安东尼·罗素执导，米莉·博比·布朗、克里斯·帕拉特主演的科幻动作片，于2025年3月14日上线网飞。该片改编自西蒙斯塔伦海格的同名漫画，故事发生在一个全新的1997年，在技术崩溃后，人类被孤立在各自的 VR 头盔里，与一种奇怪的巨型战斗无人机作战。一个失去双亲的少女穿越美国寻找失散的弟弟，一个流浪汉和他的机器人加入了他的旅程。9. 无痛凯恩。无痛凯恩是由罗伯特·奥尔森、丹伯克执导，杰克·奎德、安博·明迪桑德、雅各布·贝塔隆、马特·沃尔什等主演的动作惊悚片，于2025年3月14日在北美上映。该片讲述内森·凯恩是一名平平无奇的普通人，而他身上竟有着非同常人的特殊病症，没有痛觉。本想与女友享受平稳幸福生活的凯恩，却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银行劫案。
女友被绑架成为人质，他不得不化身复仇战士。10. 白雪公主。白雪公主是由马克·韦布执导，瑞秋·齐格勒、盖尔加朵、安德鲁·伯纳普等主演的童话爱情电影，于2025年3月21日在美国上映。该片改编自1937年的动画电影《白雪公主与7个小矮人》，讲述了一位美丽的公主因继母妒忌而遭到迫害，后来逃到了大森林里，被7个小矮人相救。之后她又被骗吃了一口毒苹果，最终被王子救走并复活。